人民學院立足澳門，融入灣區，面向全國，走向世界，矢志成為一個有特色、高水準嘅人才培育重鎮同埋學術研究中心，推動同引領人民領域相關學科嘅發展。人民學院設有多種優化學習體驗同埋進行研究嘅設施。黑盒劇場可以容納100名觀眾，主要用於為學員提供表演戲劇或者戲劇片段嘅舞台。學員亦可以利用黑盒劇場嘅空間進行排練同埋聚會。本學院唔少嘅課程利用黑盒劇場組織學員參加表演。黑盒劇場平日亦都會作為其他學院、書院以及學生團體舉辦活動嘅場所。童聲傳譯訓練室專門為培訓會議傳譯員而設計，訓練室屬於澳門最為專業嘅訓練平台之一。配備咗最新嘅語言教學系統、多媒體設備以及隔音傳譯室。訓練室可以進行一系列嘅模擬會議，令學員全面體驗會議傳譯嘅環境。聚葡國通過獨特嘅裝潢，令人感受到葡萄牙文化，從而培養對葡語嘅興趣。同時，都係一個推廣葡文系以及人民學院活動同埋課程嘅場所，並作為學術交流嘅地方，包括同研究生會面，提供一個相對輕鬆嘅環境。智能教室嘅主要特點係學生可以攜帶自己嘅電子設備，例如係 iPhone、iPad、平板電腦、筆記本電腦、MacBook 等，連接到語言實驗室軟件同埋課堂互動工具。此外，呢一個課室可以支援最新嘅教學方法，例如係反轉教室、STEM 教學、小組討論教學等。通過呢一啲教學活動產生嘅大數據，教師可以重新審視同埋改進自己嘅教學方法，務求獲得更好嘅教學效果。